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社会新闻有当时会报道好色不输几个查甫，咱讲是猪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哥第一条。这个哥就是兄长的意思，咱讲哥哥。啊，那哥嫂就是阿兄甲大嫂。另外尊称年纪比咱较大的查甫，咱像讲阿福哥。像讲拄则讲到好色的人，咱讲是猪哥神，嘛咱讲是七哥神。另外罗汉卡独神啊，咱讲是11哥。啊，若讲无能源食钱，咱讲歪哥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健身哥，这是讲一寡食薰食酒，或者是爱食其他的物件，食较条的人。第二个词读做王过六过，这是为古早一出台语电影。王过六过由台湾来的，会当讲是一般的人，嘛会当特别讲是一寡无正经的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有的人交的是关公老逼，有的人交的是拿刀得气。交朋友有影爱细腻，唔通去交到王过六过，后悔就伤迟。交到健身哥，嘛是开起腹道歹惯势，严重就会害人规人生拢乌有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哥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哥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